香港擁有背靠祖國、聯通世界嘅獨特優勢。自從行政長官2023年施政報告提出，建設香港成為國際專上教育樞紐，喺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全力推動教育樞紐建設同埋一系列嘅政策措施支持之下，本港嘅高等教育成就卓越，喺全球嘅學術界獲得廣泛嘅認可。當中5所教資會資助嘅大學更加躋身世界100強，成績令人鼓舞。教資會致力鼓勵8所資助大學，提升校園嘅多元性，為本地同埋非本地嘅學生提供更優質同埋更國際化嘅學習體驗。我哋向大學校長會國際化小組撥款約4000萬元，宣傳留學香港嘅品牌，支持院校參加國際高等教育嘅展覽，到訪唔同嘅地方，包括一帶一路國家同埋地區，招收學生等，並另外預留約1000萬元嘅撥款，支持國際化小組開展一項全新嘅計劃，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推廣香港高等教育，包括制定宣傳推廣策略、製作宣傳刊物及短片等。現時8所資助大學當中，不少非本地學生及合作嘅院校均來自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同埋地區。喺2024-25學年，8所資助大學有超過26000名非本地學生，其中超過25000位來自一帶一路國家或者地區，包括中國內地、韓國、印尼、哈薩克斯坦等，較2023-24學年增長超過16%。直至2024年11月底，教資會資助大學與一帶一路嘅院校一共簽訂咗超過850份學生交流協議，為交流互動搭建平台。為咗進一步發展香港成為國際專上嘅教育樞紐，並且支持國家一帶一路嘅發展策略，香港特區政府自2024-25學年將一帶一路獎學金嘅名額增加到150個，以鼓勵更多一帶一路沿線嘅國家同埋地區嘅傑出學生來港升學。教資會資助大學喺2024-25學年亦都舉辦咗近200次海外嘅招生活動，不少均以一帶一路國家或者地區為目標。展望將來，教資會將繼續推廣留學香港品牌，支持一帶一路嘅倡議，為國家同埋香港培育更多優秀嘅人才，為加快建設香港成為國際專上教育樞紐而努力作出貢獻。